绝活出草莽，高手在民间。作为国球乒乓，当真是应了这句老话。就像你永远不敢确定小区里的球桌上水到底有多深，你也肯定想不到中国大爷对于乒乓球能爱到如此程度。你怎么样？弹性、速度、控制，如何做好一张球拍，他研究了60多年。这个乒乓板有个特性，你看大兴做好了哈，大兴下好料了，他根本不弹，弹不弹？一下都不弹。他叫曹立希，只要是成都老一辈的乒乓球爱好者，基本上都知道这位老先生。就连世界冠军王曼玉的球拍也是曹老给修的。你看他操作着那么小的零件，能想到曹老今年已经85了吗？所有这些板板中间呢，我觉得我们比较满意的还是我们这支梅花种地板。这个梅花种地板是立木顶千斤啊，而且这是全世界都没有这种结构的。按照中国庙宇这种结构，古建筑1-2根柱子就顶个梁，然后就是一间房子。这个你地震了以后，那个木架架都不得垮的。耄耋之年的老人手稳目明，对于球拍的质量更是极为讲究。他甚至还把每一位客人的球拍情况都给记录了下来，作为大数据拿来研究。把每个人的底板的名字啊，啥子牌子，有什么毛病，什么断了，边边上坏了，都登记了，如何修的。实际上修乒乓板是个赔本生意，又赔材料，又赔时间。有些板子要修1000多2000才修得好，但是你就不可能把一个1000多只板板解剖了来研究嘛，你要花好多钱。我就用这么一个机会，都信任我修板子，我在这中间从中得到很多启发。而这份严谨，大概是因为在修球拍之前，他是修枪炮的吧？你们看我这上面是我的钳工，我的工作台，这个工作台上面实际上很多都是钳工的工具，我来做的乒乓板。就像这个榔头都有50多年的历史啊，我在部队上就做了，而且上面刻了字。军校就给我播种了一个啥子呢？要修兵器、火炮、枪剑，要修好，必须要有相当好的钳工基础才修得好。中国人热爱乒乓，就好像小朋友想当军人一样，是那么的理所应当。这些年修的东西早就变了，但曹老的爱国情节还是那么纯粹。不为官，只为将，一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样也很纯粹。所以你看哇，我又要切菜煮饭，还要做板板，这个时间简直是太紧了，弄得一天到晚比上班还紧。又是伙夫煮饭，搞点猪油；又是车夫买那个轮椅；又是丈夫成了3夫了。